大家好，我是海安阿姨，咱来叮当手镜头啊一个。等下有几啊只动物藏伫咱的手内底，你敢知影有啥物动物藏伫内底呢？那是一支手镜头啊！来，请恁伸一支手镜头啊，伸出来。敢有一支手镜头啊会变做杜鹃啊！杜鹃啊，会使爬到妈妈的身躯顶的杜鹃啊哦。啊，若是两支手镜头啊会变啥物？来，两支手镜头啊，拢伸出来啊袂？好，两支手镜头啊变做白兔啊，这是兔仔的耳啊。三支手镜头啊变啥物？哦，足巧的，有人有摇到，是花鸟啊。搁来四支手镜头啊，来四支手镜头啊，哦，拢伸出来袂？咱来甲变做水水的水鸭，会使飞哦，飞看觅。最后五支手镜头啊，变啥物？免变啊，咱就来拍碰啊。好，安尼敢拢知影会变做啥物动物啦？刷来，咱就做伙念一摆哦。来，请大家手伸出来，准备好未？好，手摇悬哦，咱做伙开始。一支手镜头啊，一支手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，变做杜鹃啊。两支手镜头啊，两支手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，变做白兔啊。三支手镜头啊，三支手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，变做花鸟啊。四支手镜头啊，四支手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，变做水鸭。五支手镜头啊，五支手镜头啊，变啊变啊变，咱来拍扑啊！家己拍扑啊一个。